农产品外销就是稳定产销重要一环，其中为了顾台南往来品质，这套由业者家己所研发的水洗设备，对清洁、定水降温、杀菌，甚至加上水果蜡来延长鲜度等一连串的技术。一直到最后，其每一粒拢爱10公斤以上，才达到包装外销的品质。后来参观的议员真正做感动，这就是国家队要拼外销的规模。整个过程包括这个从清洗这个整个的用冷却的那个概念，让凤梨冬眠，然后可以维持它的这个保鲜，然后所以现场我们很多来自其他国家，包括韩国其他国家的那个客户在这边这个观摩，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荣耀哈。看完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凤梨的包装线，我们对我们台湾的凤梨更加的超级有信心哈。一定要让世界都知道。台南往来3月底的陆续采收，为了解往来采收以后相关处理流程，12号市长吴伟霆嘛专工到麻豆这个集会包装场关心，若以见证自动化的技术，嘛家己体验用高压空气清来清洁往来，防止虫害，稳定了后外销的品质加竞争力。有了这套水洗设备，根本上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出口的凤梨绝对是安全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凤梨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，但是凤梨如何出口、如何装箱、如何经过水洗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台湾的凤梨出口品质上绝对没有问题，不仅它的好吃多汁而且还在于它没有病虫害。所以说我相信。这个部分不管是到日本，不管是到其他的国家，所以说日本市场都没问题的，其他的市场我相信应该就是没问题，所以有的就是其他的问题。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大家来，主要是见证这边的水洗设备，不是为了这一次才建制的，这原来就已经有的这个水洗设备。农局表示，台南往来伫4月份大出以后，目前所有外销的订单，包括香港、日本、马来西亚加澳洲拢有，并未受到中国暂停进口影响，预计比去年6000吨较济，一定无问题，甚至预估达到8000吨。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